姚柏良議員。多謝主席。主席，我對於呢個改善碼頭計劃咧，當然係表示歡迎嘅，因為都睇到發展局即係推出呢個計劃，由2017年到今天，即係都睇到可以講話進入咗個收成期啦。咁啊問題就係你未來落去點樣用好呢啲碼頭，咁我哋各界都一齊要努力嘅。不過即係我有少少啲疑問就係話當然一個優次嘅問題，個案嚟講我都有提㗎啦。咁啊正如陳耀明議員所講嘅，即係荔枝窩呢個碼頭，其實我哋由疫情嘅時候已經一路追到今天，而家都仲係即係設計完成。咁點樣去發展呢個南陸康樂旅遊生態圈呢？咁即係嗰度係一個跳島遊嘅一個好好嘅一個即係配套嘅環境嚟嘅，因為有鴨洲、吉澳，甚至遠啲去東平洲呢個加埋我哋沙頭角逐步開放，其實嗰度碼頭嘅需要係非常之大嘅。咁呢度希望能夠加快啦。咁另外就係即係而家我哋呢個改善計劃咧係由即係本身係有碼頭係有變優去改善啦嚇。咁喺嗰個設計嘅嗰個嘅標準嗰方面咧，我想了解多少少，即係你哋係點樣去定嗰個標準咧？因為有啲碼頭可能好重要嘅樞紐嘅碼頭，有啲碼頭咧可能就即係過路性嘅，或者一啲主要一啲小即係流量唔係太大嘅啲嘅碼頭。咁你嗰個定嗰個即係改善嘅嗰個標準係點樣去定？咁另外嚟講就係話，而家都好歡迎啦，即係各方都提出喺施政報告裏邊就住呢個港島南區都會增加碼頭喺嗰個淺水灣嗰邊，咁大嶼南嗰邊咧，長沙嗰邊亦都會即係加碼頭啦。咁呢個係由冇到有嘅。咁呢啲碼頭嘅設計，即係會唔會都有一個即係整體嘅一個即係規劃嘅標準喺裏邊？咁當然啦，即係碼頭嗰個成個設置，即係都要考慮到整個成片嘅一個即係唔同碼頭之間嗰個串聯嘅嗰個關係，同埋嗰個即係遊人啊或者啲村民出入嘅呢啲嘅需要啦。咁喺個未來嗰方面，即係會唔會都諗下？其實喺而家西貢嗰邊咧，即係東部嗰邊嚟講，其實而家你去到即係高流灣之後咧，即係你再向東部一路落去呢個東壩嗰頭啊，去到內海呢邊咧，即係嗰片好大片嘅海岸，其實都係冇碼頭嘅。咁即係有冇啲適當嘅地方？你都會諗下，而家冇碼頭嘅地方，可唔可以再諗多少少，可以喺個碼頭設施度？其實有啲地方嘅碼頭唔需要話去到一個好高規格嘅碼頭，可能改善少少咧，就令到即係嗰度嘅暢達性啊，或者令到有向嗰個規劃行程嗰方面嚟講咧，係能夠達到一個更好嘅一個體驗。多謝主席。多謝主席。第一樣嘢荔枝窩嗰方面，我都聽到意見，因為其實我諗我哋今日嚟嘅目的就係一啲就住我哋仲係推展緊嘅，聽聽議員嘅意見，覺得邊啲應該值得快啲做咧咁樣。咁呢個聽得好清晰，荔枝窩你哋嘅數即係希望可以做。咁另外關於就話，姑勿論係改善碼頭又好，或者係我哋即係由冇到有嘅咧，其實我哋裏邊嘅泊位咧，其實我哋都，你如果睇翻我哋啲計劃咧，有啲大啲嘅，譬如馬料水嗰4個泊位嘅，有啲可能細啲1個2個咁樣嘅。咁其實我哋喺做嗰個設計嗰陣咧，其實第一政府部門會睇翻而家，或者甚至乎嗰度將來個潛質有幾多啦。因為我哋唔係淨係滿足現在需要啊嘛。其實亦都喺個過程之中咧，我哋會同唔同嘅持份者去商討嘅，譬如地區人士啦，譬如一啲可能一啲行山嘅團體啦，或者甚至旅遊界，我哋都會即係同佢哋溝通，睇下大家覺得嗰度俾幾多個泊位先，亦都渡輪嘅營運者啦，咁睇下嗰度俾幾多泊位比較適合嘅。所以其實我哋都係一個集思廣益嘅過程嚟嘅。咁至於你話係咪一啲地方冇碼頭加啲新碼頭，其實呢個我哋唔會話完全抹殺，不過有一個客觀考慮條件咧，有時我哋都要諗嘅。我哋見到好多情況，就本身船嚟泊咧都要上水深嘅。如果啲地方水好淺咧，可能你要可以好長嘅，可能講緊100米甚至乎，先至可以起到一個夠水深嘅碼頭咧。其實對嗰個環境，即係對原本個自然環境，可能又有個即係變咗有少少破壞。咁所以我哋都要小心去平衡嘅。咁不過我亦都好歡迎，如果依然有邊個位置覺得可以唔去諗咧，我哋會積極考慮嘅。多謝主席。主席，我想追多一句，即係希望都考慮咧，即係喺啲碼頭上邊，即係利用啲新科技啦，即係起碼都可以計數到，即係睇到用呢啲碼頭嘅人次嘅方面可以多啲參考啊。多謝。其實我哋因為有時加咗太陽板有電嘅供應，其實有條件去做呢啲咁嘅即係內容嘅提供嘅。多謝。